湾俗语摕来谈，深色趣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人伫咧讲吼，迄个歹心毒性的人吼，加入衙门，但是你都无法度入庙门。这个意思是咧讲有影天理昭昭啦，遐个为非作歹的人吼，规尾吼拢是无所遁形啦。将来咧，连迄个庙门吼，你拢踏袂入去。尤其吼是咱宫庙的这大门顶悬哦，拢有门神伫咧看顾，恁这个魔神啊吼，就自然唔敢乱来。所以吼嘛有人咧讲哦，咱这个门神啊，就敢若亲像迄个看袂到的保全人员，伫咧无形中间吼去保护着大家的安全。啊，若是一般的人厝内吼，若有迄个门神来甲你看顾，你嘛会当逢凶化吉，进一步吼，还佫有招财进宝的意思哦。伫台湾的庙司做彩绘的工课。已经要一家子的传统建筑彩绘师傅洪炳顺，是文化部指定的人间国宝。20年以来，伊画过200间庙以上的门神。讲到伊画门神的专长，洪炳顺的目睭就变甲金细细。咱这门神是真俗宝甲有力强啦，台湾差不多这占多数啦。像佛教的，一般来讲就画韦陀佛法嘛，四大天王迄类的。因为大家拢爱画人，门神就是人较水。台湾人注重门神，认为门神会当守护厝体，所以伫咧画门神的时阵特别搞工，嘛真注重门当户对，关公配武将，妈祖配宫女，啥物神就配啥物门神。台湾门神的配置。有一套伊的道理，台湾的庙司彩绘师傅，容易会当画出传世的门神，感觉骄傲。四句言就是咧讲的，迄个眼睛较灵活啊，最主要是画出来爱有神，徛咧爱在，你莫徛咧安尼36翘安尼。你也看这卡，你出去把这个顶过来，伊卡会啊，你对安地走地走。到底这寡伫咧生活当中？点点啊守护咱的门神，伊要甲咱讲啥物款的故事？真侪人无去注意到，讲其实这个庙门顶悬吼，其实有真侪无同款的门神，啊嘛真有悬的这个真悬的艺术的价值。所以呢，咱今日真欢喜哦，会当搁再邀请到咱的庙宇文化专家，嘛是咱台湾传统建筑的讲师陈胜杰老师来，甲咱讲一寡关于着门神的代志。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咱大部分看到这个门神啊，吼，拢是金属宝甲这个有地宫这2位嘛，对无？啊，因为因真厉害，吼，一世人安尼作战各方面真英勇，所以小说内底就摕因做一个题材，讲因替迄个皇帝。是过门，啊，尾也就干画做画挂在门口，啊，无逐工叫伊来顾，都拢免困。有影。啊，尾啊，所以才伫小说内底就有一寡相关的物件咧讲，啊，所以因2个就变成讲，大家拢知影即个门神的对象。其实若要正经讲起来，门神内底有足侪种类通好讲，只要因啊，即个门神伊本身的特质，尤其是。像咱有些庙门啊，骨落的，尤其特别迄个守中门的，只要呐，咱一般的讲法啦，讲咱武功高强，吼武力有法度对付这妖魔鬼怪，或者歹物啊，袂当入来。其实伊都相当的成分会使来担任门神，即个一部庙门内底吼，无一定干那一块门，咱一般大部分的庙门拢有3组，所以除了中一组，一般会较要求讲是。武将的门神以外，其他就无一定，伊会阁配其他的迄个无共款的人，还是讲无共款的即个守护神。哦，啊，毋过大部分还是主门，还是以武将为主。根据老师你的研究吼，甲你的了解，你会感觉讲，你会知影讲吼，咱上早的门神是生做啥物款，还是啥物人啊？不管到一个宗教，还是咱民间的信仰来说，其实门神伊无一个绝对的讲一定是啥物人。是。所以讲伊才会有。足侪种无共款的选择伫咧，吼。三经内底有足侪传奇的故事，内底有一篇呢，就捌讲到甲这有关系的物件，哦，就是讲咱即个无共款的另外一个世界，即个鬼，会来到咱即个人间，哦，会透过一个
土仔树有一个坑会当出来，啊有两个人伫遐顾这个门，这两个门有人认为讲可能是神，啊有的人嘛讲应该唔是，可能是较厉害的两个鬼，负责伫遐顾这个门吼，啊你若无守规矩的鬼，伊就用锁啊甲绑起来，摕去饲老虎。因伫《山海经》内底有提到因两个名，讲做神道玉女。啊，不过因的较古早以前的迄个形象吼，证明是较像鬼。足多人认为讲因应该嘛是鬼，只是讲一内底较厉害，啊，所以负责顾门，其实就是门的神。是。应该若要较正确来讲，应该是讲有一个灵。咱啊无宗教，啊，唔知影啥物叫神进去，就认为讲有一个灵附伫咧即个门顶管，啊咧甲咱顾。啊，但是咱即摆现主是看到的门神吼，是有影较我拢人形较对无唔对？像咱头拄仔开始讲的，上早啊是讲咱即马上普遍，上侪人知影，就是迄个金属宝甲武地宫，所以讲因这两个人的形体，是咱即马大部分的人上了解，那么用了上普遍。是，这就是较早期的迄个形态。神道玉女的形态吼，所以伊的形态就较无像咱尾啊，定定看到的迄个。人形，还是讲迄个将军的迄个形体？是啊，因为我看伊这个形哦，伊面当然嘛看袂较清楚嘛，但是你看伊这个骹腿的所在，哦，就敢像迄动物的骹腿啊，你看伊趣味的是伊才个举一个敢像斧头的物。对，因为伊这守护迄个门嘛，所以有这个守护的观念。啊，这个条地大概是什么？这差不多是伫咧汉朝迄当阵啊，汉朝到伊一个门内底石刻顶悬的一个形象，所以伊较无像人。啊，不过伊买下了后，慢慢。就开始改变，吼，啊无画这个形体，你讲画这款，唔管画门的，还是讲画纸来打，吼，我定笑讲，这啊无惊到遐个鬼神，惊到家己的囡仔，哦，因为伊的形体的关系，啊，所以尾啊，伊的形体了后，伊就慢慢改变，就变成较像人形，吼，伊这个形态呢，就甲咱一般较了解迄个金属堡武地宫，因迄个将军的迄个形态，都是一个人的迄个形象。啊嘛，甲咱一般民间认定的讲，守门的应该拢是武将，是，迄个形体较像，哦，所以尾啊，尤其是伫咱台湾后来咧画门神，都拢甲因两个画做这款形体，是，伊伫咧每一个所在表现拢无共款。对，所以讲这嘛是门神吗？嘿，这嘛是画门帮顶悬啦。是啊，我一直以为咱即嘛嘛是拢一定讲是门神。我讲门画伫门帮顶悬来讲，代表门神，他应该是生了足雄面的，足歹的迄款啦。啊，这遮尔水，这看起来敢若像宫里的，啊，伊嘛会当做门神。啊，不过咱一般的庙门，唔是干那一个门，哦，一般拢三个门，中一个门，啊，上面边也佫有三个门，啊，所以你若中一队画武将，啊，边仔这两个门咧，就使画其他的物件，都无一定爱。三片门，就三座门、六地门帮，拢画六个将军，都无一定爱安尼，画两个就好啊。有人讲啊，无拢全将军，哦，半面啊都要冤家。啊，所以边仔迄两座门，有伫时啊就会画其他无共款的物件，像即马看到这四个，咱一般咧讲啦，讲这叫做宫女，是，哦，宫女的形象，啊，有人就感觉真好奇，讲啊，你毋是在守门，哦，像咱主持人讲，啊你。画宫女要创啥？咱主神有时拢讲啊，咱天后啊，叫皇大帝，吼，这个人。啊，这个庙呢，就拿一个咱以前皇帝共款的皇宫。所以有人替伊守门。啊，不过这个帝王，伊嘛爱需要有人甲服务。是。这个等于就是咱这个服务的人员。所以皇宫内底有太监、有宫女、有其他的官员。所以有需要的时阵，都有这个物件。啊，所以你中有一个将军咧替因守门。啊，其他都无一定爱大家拢是将军，可能就是其他服务的人。啊，不过这会甲迄个厝内底即个神明有关系。吼，譬如讲这四个，所以就是用因手内底摕物件来看。像这个伊其实摕是一个香炉，吼。哦，香炉。啊，这花，吼，啊，这是敬茶，啊，这是水果。啊，所以这若伫庙内底，咱就使安尼讲，伊这四项其实就咱咧供养神明的物件，咱放在桌顶，放在遐物件就是香，吼，迄个香炉的香，花啊茶甲水果。是。除了有宫女之外，啊，还有啥？太监。太监吼。吼，咱一般可能大家定咧看戏剧，还是看连续剧拢知影。皇宫内底有一个规定，吼，那大家拢下班了后。皇宫内底无遐官员伫的时阵，内底敢若有一个是查某的，就袂使有其他的查甫人。哦，所以就是太监。第一个就是因拢迄个面吼，拢足斯文的。无喙鬚。嘿，啊无喙鬚。
咱以前咧画，还是讲刻布啦，啥物画，只要是查甫的，大多数一定拢有喙鬚，除非讲迄个足少年的，才会无，啊无一般拢有喙鬚。是。所以太监伊头一个形象就是无喙鬚的，不是少年，也是无喙鬚。民族优的，哦，有影呢，你看这位无少年哦，你看伊目白白，伊是老的，但无喙鬚，嘛拢无喙鬚，少年的嘛，拢无喙鬚，吼。啊，因为伊伫皇宫内底咧服务，所以你看因的穿插的衫拢足够贵的。是。吼，啊，佫有一个就是，你若佫较看下有，因一般画的习惯吼，指甲嘛拢会画足长的。指甲画较长啊，手嘛迄比的迄个手势嘛较优秀安尼。所以就是。用这的美感来判断，来表现。啊，不过伊共款，甲咱头仔强女共款，伊共款有一个形象的迄个意义伫咧，唔是干那摆好看的。啊，所以像这款的呢，甲咱头仔讲的，其他遮侪无共款的这个门神内底，像这种的，有伫啥就是一个祝福的意思，还是讲祈求福气的意思，咱讲祈福。安尼意思，伊就是用因手提的物件，这边这两个，两片安尼一对嘛，所以这两个，这个是一个官帽，是文官的帽啊，啊，这个呢较特别，有啲些囡仔拢会讲，啊，这帽啊，哪有法度放一只鹿啊？对啊，哪有遮细只鹿啊？吼，这是一个形象表现的艺术，用迄个音来表达伊的艺术，这个就是加官进禄。加官进禄禄啊，嘿禄啊，福禄的禄，对，所以这对就是加官进禄，啊，所以这对呢，添花进爵。啊，牡丹花甲一个啉酒迄个爵代表爵位，是，吼是。但是这个人，伊敢若服务帝王尔，啊，服务的人伊会当做神，我感觉无法度说服的。啊，你若讲正经遐讲究，要甲分较清楚的，咱会使安尼讲，这叫做一种门神画，门神画，一个画地，吼。还是讲这叫做发神啦。袂使有这个意义伫内底，你看因四个人摕物件，我定讲。你敢捌看当时顶还是老大啊？出门家己个安尼身躯排影啦，一手摕皮包啊，一手摕手机啊，安尼排到贵个，无嘛？无嘛。出门行到倒拢两手空空，啊若要创啥？喂，啥物安都有人会服务。即四个，我定用即个安尼咧举例，可能咱一般人较会法度了解。因着哪像即个主神边啊，替伊服务的人共款，伊是一个包公庙。包公哦。吼，啊，所以我听讲，你看伊这物件，是毋是一般拢放在桌仔顶遐？比如这两个，吼，伊零件甲这个，吼，这可能较侪人有看，啊，连续叫要斩人，举一支捡出来，跑出去斩，吼，一个铃发出去，啊是讲伊若要出门，吼，啊是讲这个放在桌仔顶有一个音啊，代表伊的官礼，吼，叫这个官音，嘿，啊若要出门爱有保镖，所以爱炸剑，所以这你会使甲我定讲开玩笑讲，想象中讲伊是伊的。跟班伊的随从，哦，对伊边仔甲摕物件啦，替伊查武器保护伊，和保全的人员，是安尼意思。咱一般可能唔是真大神，可能护法神，还是讲有这么特色，嘛会使摕来做门神这个画材表现。像即嘛，这组伫咱以前的农业社会，像这组顶悬的这地材林物，伊就真重要。这个是24节气。所以讲，这24节气内底甲画作是伫咧门房顶悬，对，哦，啊，放伫庙门进前，是，哦，啊，无怪我敢讲那遮贵啦，啊，遮济人，因为足侪人，因为规定因规组的，吼，画这个庙有伫时啊，伊就甲主神有一点仔关系，就是讲伊会选这个题材去画咱这间庙的，啊，有一点仔牵连，你袂使讲找一寡甲咱都无关系的人来做，像伊这间伊的庙的主神是神农大帝。哦，是农大帝啊，咧管这个农业的，所以讲这块对来讲真重要。对，这真重要。啊，所以咱以前大部分拢种田嘛，是，所以拢拜这个五谷神帝，还是讲咱讲的这个神农大帝，人足多。我讲对，啊，所以伊这个24节气都甲伊有真重要的关系。哦，所以有的庙就用这来当做伊迄个门房顶悬的这个门神的这个画的一种题材。咱讲爱这个天爱照家己。24节气爱照时间来顺序来，种田来也好，做生意，还是讲人要过日子，照迄个天道，照迄个来运转。人就会照伦理。对对，才会乱七八糟。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台湾人订婚规矩一大堆，你敢知影为什么会有造喙小姑这款话？为什么经营会叫做新郎的目睭？为什么新人袂用食家己的大饼？你食去庙的拜拜，
但是你捌注意过台湾的门神吗？伊伫每一个所在表现拢无共款。就所以讲，这嘛是门神吗？嘿，这嘛是画在门帮顶悬。听讲无共款的神会配无共款的门神，这到底是有影还是无影咧？老师啊，除了吼，拄则咱讲着讲即个门神的即个神格吼，是袂当比即个庙内即个主神的即个神格较悬。是为着表现迄个形象无共款，还是讲要追求一寡较好的艺术，有伫遮就靠因摕物件去做表现吼。物件，比如讲，咱即马看到即组，即组呢，即组门神伊是伫一间迄个土地公庙啊。啊，土地公庙啊。对。土地公即个神格真低，所以伊就无法度为什么，不管佛教还是道教也好，迄个护法神来做伊的门神，吼，安尼就无合迄个规矩。爱就为即个咱一般人，还是讲咱即个文官吼官员的即个形象，啊，不过伊就靠伊手提的物件来表达讲，伊是啥物意思？像即个伊是摕一块迄个，咱讲迄个芭蕉的迄个叶啊，一个是摕一个元宝，这两个斗起来呢，讲叫做招财进宝。迄个土地公嘛算是一种财神，是，哦，所以伊就用这款形体这款摕物件来表达这个好的意思。比如讲像这四位，嘿，这四位，你若无去注意到伊庙的神魂，还是讲神的神魂，你敢若像你看这四个，你可能嘛想无。对啊。哦，这四个呢，一般就出现伫佛教的。佛教的。主神是佛教的，吼，因为咱伫台湾这个。神明有伫遐会难做伙，所以讲一间庙内底足侪神的啦。啊，咱一般要分讲，即个是佛教还是道教，还是以伊的主神来分别。所以主神若是咱遮佛教内底佛还是菩萨，咱就讲是佛教的庙。所以伊伫个门神顶悬表现的题材，伊就会用甲佛教，像这四位，就是咱一般定咧讲的。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小说内底除了讲伊是四大天王以外，还有一种讲法，讲做风雕雾孙。啊，风雕雾孙。你讲我看伊手头顶悬摕什么物件，咱就咱去编出来，对吧？吼。风伊是牙剑，伊是用迄个汉字的音去做联想，所以拄做迄个风雨的迄个风。这个摕鱼白，啊，这个鱼白要雕线嘛，对，这个是雕。这位。一个线。其实你袂使直接用雨伞去讲，啊，不过咱就用迄个形象去表达伞，啊，咱就想着雨伞，啊，就想着啥落雨。这个笋吼，其实伊是手内底有摕一个动物，一个生物啦。伊的名国语念作蜃。是。吼，咱一般有一个成语咧讲迄个海市蜃楼，迄个蜃，啊，其实有对，啊，其实是伫古早的传说来讲，伊是。听讲伊是一种生物，啊，伊会互人产生幻影，所以咱讲迄个海市蜃楼，就是咱会看到迄个无存在的物件，所以就用这个意思，啊，这个物件会互咱人看到无应该看、迷幻的物件，都是因为伊咧作怪，啊，所以这只动物伊就是取迄个音，国语迄个音加顺利的迄个顺音足共，音共款，对，啊，所以斗起来就变风雕雾孙，啊，这是另外四位，嘛是一组的。哦，咱就使甲看做是讲道教的神，因为因四个呢，嘛是共款伫咧封神榜内底，上尾也去互孔子爷甲封神。是。庙内底，比如讲主神是个皇太帝，还是讲咱即马有一寡庙，可能几落站，有一站的主神是个皇太帝，啊，迄站的门神，那有专门的门神咧伫，伊就画这四个。咱一般道教神较常用的一个名称叫做元帅，啥物元帅？是。譬如讲咱的武财神，吼，叫元帅。还是啥物王天君，啥物，因较常用这款名，啊，那佛教就较侪用天王，吼之类的这个名称来表现啦，吼，所以咱除了这个形象以外，就会使了解讲啊，伊是啥物款的神。啊，不过有的时啊，因为这个朝代无共款，这个画家伊表现的状况无共款，啊，能够欠两个，所以伊正中的两个吼，另外嗰两个也假死的。都无共款，这两个大包伊拢放在正中。这两个人也假死，但是伊无喙手，所以讲袂用讲伊无喙手就是太监，毋是，因为伊的假死无共款。对，啊，伊是正式的神明，就是咱一般共款，甲天王共款同一级的这个护法神。伫个迄个故事内底讲伊是哼哈二将，哼哈二将。哦，是。啊，因有因的迄个法宝，是。哦，有因的功夫伫咧，啊嘛真厉害。其实伊嘛是佛教经典内底确实。咱一般讲的这个天王，还是讲好多金刚，这个护法神啦，其实佛教内底嘛有，啊只是小说就用这个去写，
啊，尾也写颠倒小说较流行，所以大家拢敢会记得小说，袂记得讲伊伫佛教内底正式嘅身份是啥物。啊，其实因就是佛教护法神，所以这两个甲头拄啊4个斗起来拄6个，都三组门，就是咱一般庙头帮看到三组门，都一组、两组、3，中是这两个。啊边啊，这两组4个斗起来都四大天王。是。你看这组就更较特别。有。所以讲每一个人每一个画家因画会无共款，啊，佫有一个就是讲咱流行的这个画法，你看因的面型啊，画起来就足立体。对。吼，咱较写实。是。较符合咱即卖的人的看物件，对美学的迄个观念。其实咱台湾的门神拢是直接用这个画伫这个门帮顶悬的，用彩画的这款方式嘛吼。但是我知影讲伫咧中国啊，拢是用大的嘛。以前我听人讲大门神这3个字，我讲听华语咧讲大门神，我就听无什么意思。我讲门神是安怎用大的，因为咱台湾拢用画啊，对无？啊，这是咱上大的差别吗？其实以前吼。咱这厝，不管是宗教也好，什么会也好，伊的表现吼，拢甲厝的主人的迄个身份有关系。所以以前有一寡规矩，吼，只要你若官位无甲遐，袂当黑白。你袂使黑白做一寡装饰的物件。你虽然有钱，你袂使甲你厝创伤水，因为你官无够，你身份无甲遐。啊，所以毋是逐个人，啊是讲逐间庙拢有法度去做这个物件。啊，毋过若过年。咱拢爱搭迄个，咱讲年画，搭迄个画，吼，来讨一下喜气，还是讨一下平安，所以大家拢去搭迄款的物件，迄度较无啥物限制。啊，尾下了后就是，因为我用画，爱足侪钱的，一个是贵，吼，啊，毋是大家拢负担袂起，啊，一个就是讲你要创啊遐水，你嘛有迄个身份地位，所以各种的限制之下，所以古早咧做就较无流行这款物件，有啊，毋过真少，因为咱台湾较细，啊，随了咱随着咱这艺术也好，咱画师啦，啊，咱遮个人是过去生活起庙，所以会甲遮个物件拖到规世界去，所以变成一款流行。啊，你安尼啊，我嘛啊，听讲北港画了足水，啊，咱台北要去一间，啊，咱嘛来画一个。啊，所以真紧，几年来慢慢这个风气就起来，啊，所以尾若佫有新的庙，还是讲旧的庙要改修，就拢会去做这款的物件。是。啊，慢慢就变成讲，伫咱台湾敢若就一种真普遍的物件。咱自细汉就像你讲，咱自细汉去庙头拢看这啊，哪有啥物咧用大？敢若厝毋才咧搭，庙哪有可能用大？有咯，是啊。咱台湾吼，虽然讲这个门神以早吼是会当算讲是登山的时阵过台湾，就直接这物件传过来嘛吼。但是咱经过咱台湾的这个文化的演变吼，开始有一寡咱家己个人的这个咱属于咱这个土地的一寡风格吼。听完这里门神的故事吼，相信后边吼，咱观众朋友若是去庙拜拜吼，我看了这个门神哦，绝对有一个无同款的感受。嘛，希望讲你会当去多了解咱台湾的故事。感谢老师呢，报道歌顶用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唔通袂记得下礼拜同一个时间来继续收看咱的报道歌顶。有影咧。